都是混潮，因为我们差不多这些孩子都是一样大，就是大一或者刚毕业了什么的，大学毕业了都在外面不回来了，因为我们这边节奏太弱了，真的。上昆明我们就觉得那些孩子上班都是早上出去晚上才。但是在我们这些地方，如果在开园上班的话，11点半下班，12点差不多大家都回来了。我们这里去上班最多10多分钟、20分钟开车，因为它城市就这么大嘛，所以基本上那些孩子就觉得他想养老的地方不愿意回来。想要什么？想上个班吧，可能就是上可能体面的工作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蛮无聊的，上个体面的工作。上海真的不太让人快乐，就是感觉以前觉得这种日子哇，好有意思，现在过多了，你觉得蛮病态的。可能就是在这地方你只有工作。